台南市南区公所为了宣传四昆新红树林水上市集的活动，10号上午伫昆新里活动中心举办宣传的记者会，由着南台科技大学甲着社区的长辈共同演出昆山的里歌《海海昆新》，为活动来揭开序幕。水上市集活动不同于其他活动，那我们主要呢利用养科协会休科的一个期间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搭着我们的观光船，除了可以欣赏沿途的红树林观光的一个景点以外呢，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上交易、水上市集的活动，让大家体验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水上购物的一个乐趣。那除了水上市集以外呢，我们也有陆上的一个摊位跟餐车。那在主活动区呢，也有潮汐共鸣的一个音乐会。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，下个礼拜6，也就是9月20号早上10点到下午6点，一起到我们的士昆森红树林水上市集来玩。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副市长叶铁山、立委林俊宪，以及在位的议员甲里长、市府吴明正、观光甲着农业局等官员，拢共同出席参与启动的仪式，为活动来宣传。大家拢会想讲，台湾靠有一个什么叫水上市集，结果以咱四昆新遮办了非常成功，所以去年啊，足侪人来参与，所以今年啊办了第2遍，所以大家更加有信心啦。产官学研社，大家拢来参加，发想出这种水上市集。这独一无二，对啊！副市长讲希望大家以后免去泰国啦，要体验这样的水上市集，咱台湾都有啊。今年活动将伫9月20日以着四昆新的码头，甲着龙山寺为主，结合陆上甲着水上2大主题的市集。水上的部分透过活化当地先知的散发。和民众会用坐观光船、顶船来购物，体验特有的水上交易。而陆上的市集则伫龙山寺的广场，结合特色品牌摊商甲着餐车，提供在地美食甲着文创商品，欢迎大小朋友到时做伙来参与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